兄姊妹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6年8月12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28篇，创世纪40章第1节到23节，马太福音第8章23节到27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救命啦！救人即句话伫电视剧也是讲电影中间才会常常听到。但是伫实际的人生的中间，咱时常嘛需要救援啦就即个基督信仰生命来讲，咱需要上帝的救援。以前有一个救援的电话专线叫做生命线，是较有关伫自杀防治。但是，一般咱若拄着火灾啦，是拄着任何的灾难，咱会当拨110来求帮站。伫信仰的中间，咱的110就是基督，咱的救赎就是上帝。约瑟去互伊阿兄卖掉，去到伫埃及。照人的角度来讲，伊真正是走投无路，要斗阁无门。伊却是全心全意来倚靠上帝，就算是伊的人生拄着真无顺利的境况。创世纪第40章第1节到23节，这个代志了后，埃及王的手政长甲厨房长得罪因的主埃及王。埃及王将这两个人人神对因足生气，就甲因关伫侍卫长府内的监。就是关约瑟的所在，侍卫长将因交代互约瑟，约瑟就侍候因。因伫监内已经有一段时间，互埃及王关伫监内的守政长甲厨房长，同一暝做一个梦，因的梦拢有无常的意思。到伫天光，约瑟入去因遐，看到因油头甲面。约瑟就问因，甲伊做伙关伫主人府内的监内底迄两个人神，讲恁今仔日哪会安尼面带忧愁？因甲伊讲，阮两个人拢有梦着梦，无人会晓得甲阮解梦。约瑟就甲因讲，解梦的才能是上帝所赏赐的，才甲我讲恁的梦。守政长就对约瑟讲伊的梦，讲我梦中看见我的面头前有一丛葡萄树，树顶有3枝树花，拍黄开花，就结规拍青色的葡萄。我摕埃及王的杯，搁摕葡萄甜汁伫杯里放杯互这个王。约瑟甲伊讲，你的梦的意思是安尼：3枝树花就是3日，3日内埃及王要将你对监狱里带出去，互你复职，搁甲你你要捧伊的杯，恢复以前做守政长的职位。你行通的时，请你会记伫我，好宽待我，伫王的面前替我讲一声，救我出监。我实在对希伯来人的所在，互人袂来遮，我伫遮嘛无做啥物代志，通互我甲我关伫监内底。厨房长看到约瑟解梦解了真好，就甲约瑟讲：我嘛有梦着伫我的头壳顶有3篮的白面包，顶面迄篮有底埃及王要食的逐项物件，有鸟来啄我的头壳顶的篮内底会食物。约瑟应伊讲，你的梦的意思是安尼：3个篮就是3日，3日内埃及王要将你对监狱带出去，斩你的头，甲你吊伫柴顶，飞鸟会来啄你的身躯的肉。到第3日，拄是埃及王的生日。伊办桌请所有的人神，王将守政长甲厨房长对监狱带出来，互因徛伫众人的面前。埃及王甲守政长复职，
互伊有缘旁背服侍埃及王。毋过将杜邦长吊死，拢照约瑟甲因所讲的，总毋是州政长无想到约瑟竟然甲伊背其职。看到圣经马太福音第8章23节到27节所记载，当门徒甲耶稣伫船顶的时阵，拄着忽然间发生的这个暴头风，因着惊，因惊到要下去。虽然因信心真细，但是因却袂晓得耶稣来求救，讲主啊，救咧，阮得要无命。彼得甲门徒搬一支救命的1:1裤，圣经的记载安尼讲：耶稣上船，伊的门徒缀伊去，忽然乌起大风涌，船煞予涌砍甲乱要沉落去。毋过耶稣伫困，门徒甲伊叫醒，讲主啊，救咧，咱得要无命咯。耶稣对因讲：小信的人啊，恁哪会遮尔无胆？伊就起来指责风甲涌，乌就静静。遐个人就惊，这个人是甚物款人？连风甲涌拢顺服。虽然看到学生因报这个性命线，伫通到耶稣基督，但是因却毋知救因的是甚物人。后来看到耶稣基督平静风涌了后，因大惊，讲这个人究竟是甚物人？耶稣就是咱的急救者，是咱的救赎。就算是咱中间也有人毋捌伊，伊犹原愿意来拯救因。诗篇28篇，上主啊，阮求叫你，我的石盘毋通毋插我。你若对我清净，我就亲像入网仔坑的人。我求叫你，求你的至圣所来举手祈祷的时阵，求你听我恳求的声，毋通将我甲歹人以及作恶的人做一个消灭。因甲厝边讲和平的话，毋过心阴险，愿你照因所做的，照因所行的歹代报应因。愿你照你因手所做的报应因，照因应该受的甲因处罚。因为因藐视上主的作为，甲伊的手所做的，伊会毁坏因，袂甲因重建。上主应该受称赞，因为伊有听我恳求的声。上主是我的快乐，我的盾牌，我倚靠伊，上主帮助我。我的心大欢喜，我要用诗歌称赞伊。上主是伊子民的快乐，是伊选立的王得救的必然所。求你解救你的子民，赐福互做你产业的民。求你做因的牧者，永远扶持因。感谢上帝，感谢主，来享受耶稣基督，因为享受救恩，透过耶稣基督。互阮有永生的救赎，互阮因为相信来蒙恩得救，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